刷来要看，即马警察真歹做。高雄大寮一对翁仔某咧冤家，做翁的塞车挡伫巷仔口，做某伊手佫抱着打满月的翁婴仔，因某即个后头厝人敲电话报警啊！警察来到现场，惊讲这塞车的男子要冲过来啊，所以才冲着爬出来。原底是甲翁婿冤家的即个太太看到即个办事啊，煞总变做甲因人徛共一条线，跟骂警察你啥那是爬冲要创啥？含太太阿嬷听到咧冤家佫冲出来伸手去挡警察，所以这警察原底是要来处理家庭纠纷，最后所来变做规家伙啊对抗警察的警民冲突的。冲撞我就对你，我就是开枪。我冲撞你的行为吗？一台汽车刚挡伫咧巷仔口，远警也冲起甲赶，说红积极执法轨道。别过啦，开单嘛！车顶的查甫人唔配合，大声呛声。随后因某看到画面中这个情形，囡仔抱咧也走出来阻止。如果他冲撞我嘞，他冲撞我怎么办？他冲撞我。楼主要求远警卖牙请，是讲远警认为查甫人可能会塞车冲动，双方转起冲突。楼主的阿嬷不满孙仔红奖，也加入争叫。来开单啦！阿嬷当手去背远警牙请的手，其他远警是挖过来。老主是骑出来保护阿嬷。代志就发生伫高雄的大寮，原来细胖的男子甲因某冤家塞车到女方的后头，将车插伫咧巷仔口。女方的亲人请冤警来斗相共，因个事后因积极，冤警也请警戒，佮敢若甲阿嬷杀执法轨道。强调查甫人想要弄冤警，才也请警戒，前后是对涂骹无轨道。警察表示，阿嬷几礼拜用身体甲冤警走动，更去有配枪，害冤警受伤。老尾强制将查甫人拖到车，甲阿嬷奉依照妨害公务逮捕。是讲阿嬷的亲人无法度接受警方的行为。你有需要按陪伊冲出来吗？啊，咱袂惊吗？一个孙仔抱一个囡仔满月外，万倍呐，擦枪走火要安怎啦？远警应对态度确有改进之处，本分局将追究议处。警察处理纠纷，刷共情变诉处，这恐惊双方拢料相被告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